一寡观众为着要看特定的名册球员买票，若是拄到支持的球员无落场比赛定定会产生消费纠纷。行政营销保会修改契约，要求球队每一场的比赛拢爱公开球员的名单。若是有改变无成通知，消费者就会当要求退票。去年12月，分霸地主场迎战海神，球迷期待无收霍华德伫登录名单顶悬，煞规场拢无出来比赛，引起球迷不满。赛后向消保官来投诉，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行政通过运动赛事票券定型化契约。明确规范比赛进前爱伫官方网站甲社会媒体报道登录名单，若有变动爱公告或者是通知，若无消费者要求退钱。毋过也保留球队调度权，由登录名单调度选择进场的球员。退票规范方面，若是无可追究因素延赛进前拢用退钱，一般退票是7天为限。那原因是消费者、业者应收相关杂派手续费，另外还有防恩虞条款，比如大量退票，业者应无要接受。为了避免去年所发生的这个魔兽他加盟之然因为未上场所引发的这个退票的争议，未来球团在主办赛事时他必须要在赛前去公告这个登录的球员名单。体育处表示，契约制定过程，甲业者充分讨论，调向自身更较清楚、较牢方向来规范。另外，考虑韩国进前发生烧落的事件，这摆定型化契约也踏入场馆安全规范，业者免超卖超过观众席数或者是场地容留人数，违规会成款度无改善，应连续处罚。被我们的球迷、消费者或者说这个发现了检举。那我想主管机关第一次会要求业者要做限期改正，不改正的话，开始从新台币3万到最后的50万做行政上的裁罚。消保处强调，这摆退票规范适用伫国内举办运动比赛活动的，但一张厝票券。那贵票是无受限制，因为贵票未算是会员资格，都无伫适用的范围之内。记者综合报道。